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，使我們藉着他得生。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，不是我們愛神，乃是神愛我們，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，這就是愛了。呢兩節聖經係記載喺約翰一書第4章第9、第10兩節。我真係認為呢兩節聖經好感動我嘅兩節聖經。神差佢獨生嘅仔就係耶穌嚟到世間，使我哋藉住佢嚟到得生。神愛我哋嘅心就喺呢處顯明，唔係我哋愛神，我哋唔會愛神，乃係神愛我哋。哎呀，奇妙！神愛我哋，甚至到差佢嘅仔為我哋做咗罪嘅挽回祭。呢個就係神嘅愛啦。如果你問我，你成日話神愛世人，神點樣愛我哋呢？呢兩節聖經就最好嘅答覆啦。差他的獨生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，這就是愛了。神最偉大嘅愛就係將佢獨生嘅仔嚟到賜俾個世人，做世人贖罪嘅祭，做世人嘅挽回祭。呢個係神最大嘅愛。當然神有好多好多嘅愛，樣樣都表現出神嘅大愛。但係神最大嘅愛呢，係只有呢一樣，冇咩大得過噶啦。自己獨生嘅仔耶穌竟然肯犧牲，打發佢嚟到世界，為你為我，為一個罪人噃，唔識佢個，同神做仇敵，頂撞佢噶噃，日夜犯罪作惡，所思所想盡都是惡嘅。我哋行過嘅路呢，都係飛跑行惡嘅。我哋嘅口滿有虺蛇嘅毒氣嘅，心存詭詐，面上嘅面貌都係淫亂污穢、兇惡猙獰，日常嘅生活敗壞醜陋啲咁嘅世人噃。但係神將佢嘅仔耶穌為着你，為着我而降世，甚至到為着要救我哋脫離罪惡，為着要使我哋得永遠嘅福氣，為救我哋脫離永遠嘅死亡，佢親自為我哋死，被釘喺一個可咒詛、可怕、極厲害嘅十字架上。佢兩隻手被好長嘅釘穿，佢兩隻腳被一好長嘅釘穿，掛喺十字架上。佢個頭戴住一頂係嗰啲兵用好尖好長嘅勒所織成嘅帽戴落去，血就從呢啲傷痛釘痕嘅地方流出嚟。呢個係邊個？呢個唔係囚犯。如果呢個囚犯咁樣，我哋話罪有應得。但係呢個係邊個呢？呢個都唔係一個好人。我哋睇見一個好人咁，我哋就話可惜啦，或者冤枉啦。呢個呢，遠勝過好人。呢個係神嘅仔啊，永生嘅神嘅仔啊，係宇宙萬物嘅主宰嘅兒子。佢係耶穌，冇罪、聖潔，滿有神嘅榮耀，滿有神嘅大能。
哦，佢咁樣嚟到被人侮辱、被人糟質、被人丟棄，冇嘢嘅，佢忍受呢啲，唔係人所能忍受。佢忍受呢啲，無非係為着你同我，無非係要完成嗰個拯救嘅恩典，使你同我因此成為蒙福嘅人。佢將自己完全擺上，好似祭物咁，目的係想將我哋挽回翻嚟。我哋原本冇得掹噶，但係神為我哋掹翻，使我哋今日成為有盼望嘅人。如果唔係神嘅兒子咁嚟到為着我哋死，朋友，你係絕望，我都係。任你做幾多善事，任你點樣有好嘅道德，任你點樣周濟施捨，你同我都係落在一個地方，永遠絕望嘅地方，就係地獄永遠嘅死亡。所以今日耶穌成為全世界人嘅救主，唯一嘅希望。人除咗耶穌冇辦法得拯救。耶穌，佢真係你嘅救主，亦真係我嘅救主。佢個愛偉大，也許你今日正係失去咗愛嘅人。一個人，我要話最痛苦嘅一件事就係失咗愛。唔講話一個人，一隻貓，一隻狗，失咗愛真係一件好痛苦。一隻貓一隻狗都歡喜佢個主人摸下佢，愛下佢，錫下佢，佢覺得好快樂。但係失咗愛，我真係覺得佢係好可憐。何況人，何況你，何況我？人類係需要愛嘅動物，我哋需要愛，但係可惜，人嘅愛不能滿足我哋，人嘅愛唔可靠，人嘅愛會改變，人嘅愛呢會消失。人嘅愛唔係最真嘅愛，唔係最偉大嘅愛，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會失去愛，結果我哋痛苦到不得了，有人因此自殺死亡。睇下冇咗愛，寧可死嘅，你諗下呢個愛幾大？但係朋友，我話俾你聽，就算今日你落在咁樣失去人嘅愛咁大嘅痛苦裏邊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唔使死，仲有一個愛你未曾嘗到嘅，而呢個愛比較父母嘅愛大得多，比較愛人嘅愛大得多，比較兄弟姊妹嘅愛大得多，比較朋友嘅愛大得多。呢個係神嘅愛，耶穌基督嘅愛，十字架嘅愛。哦，呢一個愛也曾滿足過無數失去人嘅愛，喺世界失去愛嘅嗰啲人嘅心，使佢重新有勇氣做人，使佢裏邊充滿快樂平安，遠勝過得到人嘅愛。真嘅，神嘅愛大得多，神嘅愛係最偉大嘅愛，神嘅愛係最高嘅愛，神嘅愛係不改變嘅愛，神嘅愛係無條件嘅愛，神嘅愛係無比嘅愛，藉着神嘅兒子耶穌基督完全表明出嚟。所以你要嚟接受呢個愛咩？你就應該嚟到十字架嘅底下，接受耶穌做你嘅救主。當你接受佢嘅時候，你真係都好似我咁話，你係冇辦法用你嘅聲音、言語、筆墨嚟到形容呢個偉大嘅愛。點樣嚟到滿足你？點樣使你平安快樂？所以無數嘅人得着呢個咁偉大嘅愛，神兒子嘅愛嘅時候，就係十字架嘅愛嘅時候，人連君王都唔做。人離開一個好溫暖嘅家庭，
人放低好多金錢，人放低好高嘅學問，人放低好舒適嘅環境嚟到跟隨呢位主耶穌。奇妙，愛嘅能力，愛嘅偉大，神兒子嘅愛，佢能夠改變你嘅生命。朋友，今日你願唔願意得着呢個愛？請你好似我一樣謙卑悔改，嚟到十字架嘅底下，接受嗰一位愛你嘅救主耶穌。你唔知神愛你，你都唔知，但係如果你今日接受佢，你就會嘗到呢一個愛幾咁偉大。當你接受神嘅愛嘅時候，你嘅生命就改變。你會發現從你呢個暗淡無光嘅生命裏邊發出光輝，從你呢個冇意義嘅人生裏邊，因為接受咗神嘅愛，使你成為一個好有意義嘅人生。今生有福，永世裏邊有福。所以朋友，接受主耶穌，接受呢個偉大愛我哋嘅主耶穌做你嘅救主。神愛我們，差他的兒子來，為我們罪作了挽回祭。神愛我們，差他的兒子來，為我的罪作了挽回祭。神愛我們，差他的兒子來，為我們罪作了挽回祭。神愛我們，差他的兒子來，為我們罪作了挽回祭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